聽聞第三項係你真係寫命陪君子咁嘅喎。幫客試，其實我定期都會幫客試，話你打唔靚喎，唔好打啦。但佢好堅持㗎，不如我試，譬如我哋今次孖生咁，我打完大概1個星期啦，咁如我所料2次。最慘就係微笑嘴咧，冇得逆轉啦，即係我冇得容咗佢今次，咁我就硬食咗幾個月。不過好彩都係幾個月，咁幾個月佢慢慢逐步就回復翻我而家咁嘅狀態啦。所以微笑嘴咧，絕對係要俾一啲專業人士，加你個嘴唇啦，你個面型比例啦。即係我哋有啲客係有啲要求去做一啲特定嘅療程，而我哋都會嘗試幫佢試咗先。有陣時我知我自己做完一定唔靚嘅，但係我望住佢咧，我知佢做唔會靚嘅，咁我咪叫佢試咯。就我哋兩位咧都可以係醫美試福氣。咁聽住3個大坑經歷啦，其實我悟到個道理。依家年代資訊咁發達都好，其實都會有好多資訊琳琅滿目，有可能係啱，有可能係錯。其實我都覺得係真係需要一個有經驗嘅人，有資定嘅人，會帶住你行咧，係會好啲咯。其實係㗎，你起碼行少多冤枉路，同埋踩少好多坑。想做醫美又唔想越做越假，等我30年醫美人，加我自己真實用家，希望我等我免費幫你規劃5至10年後嘅你，幫你無痕逆齡。